台湾以后呢，又会颁布那个土台嘅赏金令。台湾海峡也好，有个黑水沟，黑水沟呢个水流非常的急。最靠近淡水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从这边上来。这位是淡水嘅入海橋，早期先民是係對這位進入北台灣來開墾嘅。客家先民冒係生命嘅危險，漂洋過海，透過烏水橋到台灣一個海島來開發。都在兩望土地上描寫，土地上見，因抗人是講了按照過法。清朝平定台灣以後呢，又會頒布那個土台嘅賞金令，一啲都呢就禁止廣東人來台灣，所以講早年來台灣大部分係福建人，廣東人不肯買。先早來台北開墾嘅係大陸福建地區嘅抗人。因為當時福建嘅抗人是對免除到土台賞金令嘅限制，還有福建地區挖海，因之呢，所以人哋是對做一鋪來台北開發。當初安尼嘅大陸嘅原鄉包括安尼嘅飛園也好、汀州府也好、梅縣也好、太府也好，主要這個地方，安尼人口慢慢增加。港鐵都越來越少，人民冇辦法一個工作，所以慢慢的都移來台灣，越來越多客家人。當時呢有北部嘅地方都經過淡水河口，到呀關渡口，先至來台北平洋開發。清朝年間，客家先民到台北平洋開發，但是按照客家嘅第一代移民，抗人本來是有遷徙嘅個習性，個較多嘅困難危險，也冇辦法主動遇到土海來台嘅決心。台灣海峽也好，有個黑水溝，黑水溝呢個水流非常的急，所以呢有講嘅十到來台灣呢6、4、3皮頭一流下來，所以當時來台灣經過黑水溝非常的明顯。不過舊時以上嘅烏水橋，以北台灣來講，第一站來到嘅所在是喺淡水。淡水在早期，因為我們的那個清朝的時候的那個官府可以管制的地區是從南部往北，那越靠近南部，它管得越嚴。那越離開越往北的話，就是鞭長莫及啦。那當然就是最靠近淡水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從這邊上來。因為剛才講到，就是比較大的船才能夠渡過台灣海峽嘛。那台灣海峽能夠過來的船，它都只有幾個近期的比較大的港口能夠進來，所以說一般來講，大部分的先民移民來的時候，他第一個落腳的地方都在淡水。客家先民來到淡水之後，人體生疏，無話無本。改在由先來嘅人到淡水建立到原山時，日本客家先民潛時落腳，累積繼續向着淡水河水頭開發嘅動力。台北縣呢，一個開發來講，佢做嘅時間係喺淡水北嘅，嘅垃圾房。但係淡水北嗰邊呢，因為挖海順，同時呢，因為嗰邊呢，海較鹹，種東西呢，種較唔起咯。另外一方面，客家人呢對於땅嘅啦，一方面嘅工作呢，也冇人熟絡，再加上淡水嘅地方也唔係一發。經過了一趟呢開墾時間以後呢，也就帶唔落多人，所以呢，當我停定一個太漢海一個淡水河嘅一個桑園呢，一出走上來單過。新莊係清朝年間北台灣新重要嘅國橋，客家先民嘅大船是在停喺淡水河70年來，所以新莊將會形成當時台北平洋經濟機制嘅中心。印象當中，抗人遷徙來台嘅本基地係在倆桃竹苗同綠隊地區。經過調查發現，台北嘅淡水新莊其實將係當到抗人高返來台灣嘅第一故鄉。